自6月份开始，龙山文创基地甲艋舺龙山寺合作推出小小导览员的培训课程。在地导览团队请带各校的囡仔去认识艋舺，说来去，让囡仔家己规划导览路线，甲民众小解艋舺。我们常说左青龙，右白虎。如果呢，我们从我们要的左边进去的话，那不就变进去了虎口吗？大人囡仔对小小导览员的脚步，最近来了解艋舺龙山寺。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神明，所以我们可以俗称万神殿。龙山文创基地参艋舺龙山寺合作，举办小小导览员培训课程，邀请艋舺在地导览团队上课，后来自14间国小20个学生了解艋舺地区庙市、市场、历史街区等等，也培养因小解导览的能力。我因为常来这边的关系，所以在这边的一些地方已经算小熟了，但是想要更了解，有趣，可以多认识。就是万华这个地方。龙山文创基地表示，希望透过培训课程，让囡仔规划家己的导览路线，为囡仔的目睭出发，推广艋舺的故事。我们是希望就在地认同跟从小扎根这一块，去把它做好，让一些小朋友对我们的历史文化都了解。文创基地表示，真侪人对艋舺有一寡刻板印象，希望透过这摆小小导览员活动，会使让大人囡仔拢重新认捌艋舺这个所在。记者郭碧君、张水台北报道。